头来阿根廷对8月中开始有几啊10只海狮去发现讲，小连续为着禽流感全死亡。虽讲阿根廷有对外强调讲，目前这个疫情也毋是高病性的禽流感，也毋过相关的单位也是毋敢大意，高度警戒，要避免疫情愈拖愈严重。阿根廷境内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的山坡，河地变成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海狮强要死去，已经死亡的海狮用红色做记号。位于8月中开始，陆续有50只类似病例的海狮死亡。动物卫生单位怀疑禽流感已经伫哺乳动物传播，因为巴塔哥尼亚的北部是重要的海狮保护区之一，拢总有4000多只海狮伫遮生产，也引起当地动物卫生单位正注意。Y desde acá arriba se están haciendo los relevamientos necesarios a diarios para ver el comportamiento y qué cantidad de especies se ven afectados a lo que es la gripe aviar. 为2021年底开始，禽流感伫世界各地一直传开，情况也使人烦恼。阿根廷海狮确诊禽流感头一例是出现伫这个月11日，为大西洋南边的火地岛20只死亡的海狮侦测到禽流感病毒。阿根廷上好的海边度假胜地马德普拉塔，几天前嘛发现死亡的海狮。Lo que se le recomienda a la gente es que no baje con animales, que si ve lobos vivos o muertos no se acerquen. 高地变成禽流感的传染力真强，包括鸡鸭、鸭、野鸟，也是其他的动物，甚至咱人原来去感染着。目前伫世卫记录当中，阿根廷并无禽类感染着高地变成禽流感。针对海狮死亡，阿根廷是讲已经指示各地方采取一寡做法，阻止病毒传开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